各位觀眾，今日我哋要講嘅係一個震撼全球嘅故事。特朗普重返白宮，佢嘅美國優先政策唔單止重新點燃咗美中競爭，更加係推動緊整個世界秩序進入一個前所未有嘅重塑期。而呢場變局，香港絕對唔可能置身事外。全球權力大洗牌，專家爆驚人內幕。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萊克爆出一個驚人觀點：全球正處於權力轉移嘅過渡期，未來將係多個強權共同領導嘅世界。但係更令人震驚嘅係，專家認為特朗普主義對國際制度嘅破壞，竟然比中國嘅挑戰嚟得更快更深。特朗普放棄咗美國70年嚟建構嘅國際秩序，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甚至威脅退出 NATO。呢種內部自爆令美國盟友開始懷疑美國仲願唔願意做世界老大。特朗普被嘲 taco， 關稅威脅變軟腳蟹。最諷刺嘅係，當特朗普用關稅威脅歐盟嘅時候，《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竟然嘲笑佢做 taco trade 呢？點解？因為特朗普經常最後一刻轉軚，就好似墨西哥 taco 咁軟身。睇下最新發展，特朗普原本話6月1日要對歐盟課徵50%關稅，但同歐盟主席范德賴恩通完電話後，竟然延遲到7月9日。呢個轉變令人質疑佢嘅關稅威脅係咪真係得個講字？美歐貿易戰一觸即發，天文數字赤字引爆危機。美歐爭端嘅核心係乜？2024年歐盟對美國貿易順差高達1982億歐元。特朗普指控歐盟佔美國便宜，但歐盟已準備反擊，對2100億歐元美國商品徵收50%關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全面美歐貿易戰可能令雙方 GDP 損失0.3%到0.6%。數字睇落唔大，但考慮到美歐經濟體規模，實際影響將係天文數字。印度超車日本 ，iPhone 產地大革命。就喺美歐角力之際，亞洲發生咗驚天動地嘅變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印度2025年 GDP 將突破4萬億美元，正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4大經濟體。更震撼嘅係蘋果供應鏈革命，鴻海印度廠即將投產，6月開始出貨首批印度製 iPhone。呢係繼泰米爾納杜邦後第2個 iPhone 產地。華爾街日報披露，班加羅爾周邊工廠 iPhone 產量已佔全球20%，10年暴增900倍。印度製造奇蹟背後真相，數據更加驚人。10年前，印度手機出口只有2.5億美元，而家超過220億美元，增長近900倍。蘋果佔咗3/4。印度政府嘅生產連結獎勵計劃，加上美印13倍勞力成本差距，令印度製造具備壓倒性優勢。即使特朗普威脅對印度製 iPhone 徵收25%關稅，專家話印度仍然有競爭力。唔係新冷戰，70%國家拒絕選邊站。但係呢場全球重塑並唔係簡單嘅二元對立。萊克教授強調，今日中美競爭同冷戰完全唔同，雙方喺經濟科技上高度互賴。更重要嘅係，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調查顯示，超過70%東南亞國家希望喺美中之間保持中立。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研究亦發現，60%歐盟國家認為應該保持戰略自主。印度消費市場爆發，5000萬人將變2億。印度唔單止係製造基地，更係爆發中嘅消費市場。2024年，印度智慧手機出貨量達1.51億台，
蘋果 iPhone 銷量創紀錄達1200萬部，增長34.6%。目前印度高端電子產品消費市場約5000萬人，但未來10年可能翻4到5倍，變成2億人。對全球企業嚟講，呢係不可忽視嘅新興市場。全球經濟面臨最大危機，但風險同樣巨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如果美歐貿易戰全面爆發，加上美中關係惡化，全球經濟增長可能跌至2%以下。呢個將係2009年金融危機以嚟最低水平。更可怕嘅係制度碎片化風險。如果特朗普繼續削弱多邊合作，而中國推動平衡制度，全球可能分裂成幾個競爭框架。香港新機遇，亞洲貿易將佔全球40%。世界銀行2024年報告顯示，到2030年，亞洲內部貿易將佔全球40%以上。呢種趨勢對香港既係挑戰，亦係機遇。喺科技供應鏈去中國化趨勢下，印度、越南、馬來西亞積極承接轉移產能，為香港科技金融同創新生態帶嚟重新定位機會。投資者機會，專家建議特朗普喊關稅時進場低炒。金融市場已經反映呢種不確定性，美元指數一度升至2年新高。歐元對美元波動超過5%。金融時報專家建議投資者可考慮喺特朗普下次威脅提高關稅嘅時候進場搶低，但呢種策略需要極高風險承受能力。中國並冇被邊緣化，一帶一路150國響應。中國喺呢場博弈中並冇完全被邊緣化。截至2024年底，150幾個國家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亞投行成員達109個。中國正通過平衡制度建立影響力。印度2030年目標3000億美元電子製造業。印度政府規劃到2030年，電子製造業產值將達3000億美元，出口佔1200億美元。如果實現，將徹底改變全球電子產業格局。但轉變並非冇代價，印度基礎設施同產業生態仍待完善，勞工法律同文化差異為跨國企業帶嚟額外挑戰。總結，歷史性轉折點，變化就係唯一確定性。我哋正見證歷史性轉折點，特朗普2.0，印度崛起，歐美緊張關係交織，重新定義全球秩序。呢場變革將決定未來10年世界格局。關鍵係保持敏銳觸覺，及時調整策略，喺變化中尋找發展空間。記住，喺呢個不確定時代，唯一確定嘅就係變化本身。如果你覺得有用，記得訂閱同分享。我哋會繼續帶嚟最新國際政經分析。多謝收睇，下次再見。